加略人猶大。約翰福音13章27節下，你要作的快去作吧。喺耶穌被賣嘅嗰一夜，佢明知門徒中間有一個將要出賣佢，將佢交俾人去殺害，但係佢就鎮定咁告訴猶大話：你要作的快去作吧。因為佢係深信真理絕對唔會俾任何勢力所摧毀，佢決定等真理去為真理自己嚟做見證。呢個係流血、死亡、十架恥辱嘅見證。佢確信上帝必定會藉住猶大嘅奸計嚟完成佢至善至美嘅旨意。猶大所代表嘅係當時猶太人宗教分歧嘅勢力、固執嘅成見同埋短淺嘅眼光，主張用武力去建立猶太民族獨立運動。因為佢對耶穌嘅和平主張感到失望，認為耶穌並唔係佢本嚟所期望嘅民族英雄，唔係佢哋所等待嚟領導佢哋掙脫羅馬鐵蹄嘅彌賽亞，亦都唔係拯救猶太人脫離水火嘅救主，因此就將佢出賣啦。佢決唔係單單為咗貪圖嗰30兩銀子，佢自己仲以為係為公理爭咗一口氣添。耶穌知道呢個最深嘅誤會係唔能夠解釋嘅。3年一齊起居嘅生活，既然唔能夠令到一個門徒徹底咁去了解佢，最後嘅方法只有等愛嘅最高表現死亡嚟說服佢哋。所以佢對猶大話：你要作的快去作吧。有好多基督徒正係同猶大一樣，對耶穌懷住誤會同埋不滿，佢哋願意為咗宗教嘅偏見同埋種種藉口或者理由出賣耶穌所代表嘅真理。耶穌今日仲係對呢啲人話：你要作的快去作吧。佢仲係要借住十字架嘅方法將真理揭示出嚟。企喺真理一方嘅人都應當具有耶穌偉大嘅信仰，勇敢而鎮定咁向出賣真理嘅人話：你要作的快去作吧。真理之主啊，世界雖然經常俾罪惡勢力所控制，但係你卻係能夠利用罪惡嘅作為嚟完成你最偉大嘅慈愛旨意，令到真理最終得勝。求加俾我哋信心，令到我哋能夠始終同真理企喺同一條戰線上，為你奮鬥，做美好嘅見證。阿門。